Version 2，就係新 B 部合屏機啦。咁唔少發燒友都知道啦 ，Solux 嘅2系列咧一向都係廠方嘅中堅核心啊，價錢唔算好貴，但係聲音表現咧一向口碑都唔錯啊。咁而呢部全新嘅 Version 2版本咧，咁廠方講到啦，唔係一個小修小補啊，係一個咧從概念到線路係全面更新㗎。甚至咧移植咗唔少旗艦3系列嘅技術落去啊。首先輸出級咧就用咗平衡推玩架構，用咗同旗艦 A3 一樣嘅高速高功率嘅 TO3P 嘅晶體管啊。之後到呢個驅動級，呢一次升級嘅一大重點啊。驅動級咧同呢個輸出級咧用咗同一樣型號嘅 TO3P 嘅晶體管啊，就係令到呢個驅動能力咧異常強橫同埋穩定啊。唔會喺個大動態嗰陣時腳軟啊。電源供應部分咧就用咗一隻咧雙曉線無含浸嘅大型環牛啊。相比舊型號咧，佢哋刻意咧降低咗呢個火牛嘅輸出電壓啊。咁樣做咧就會當遇到呢個低阻抗嘅喇叭咧，都能夠咧提供呢個極強嘅信貸電流供應能力啊。用幾個關鍵字去形容佢啊，我會講佢係真摯、開揚、鬆容啊。舊版 A2 咧已經有好好嘅音樂感染力啊，而 Version 2咧喺呢個基礎上面咧多咗一份咧坦率同埋強度啊。佢唔會用呢個音色去討好你，而係咧打開個門口，將音樂咧毫無掩飾咁樣充滿能量咁樣呈現出嚟啊。感覺係好真實、好純粹啊。但佢又唔會係一個咧淡而無味嘅 M 啊。佢個味道咧係嚟自個音樂本身，所以令我咧覺得呢部機係有一種咧好真摯嘅感覺啊！好多謝 HiFi 發燒圈啦，頒發呢一個10大喜愛產品俾我哋日本 Solux 啊 A2 嘅 Version 2。咁好老實啦 ，A2 喺之前嗰10年都已經賣得非常好，好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咁今次咧佢再進一步嚇，將呢一個極致再次提升。希望大家都繼續嚟支持。多啲嚟試聽，感受一下佢嘅威力。多謝。